請同學起立。而家係8:02，早會開始。請各位同學一齊打聲招呼。各位同學早晨，校長早晨，老師早晨，同學早晨。將時間交俾下一位。國家憲法日暨陳朱升旗隊成立典禮正式開始，請主禮嘉賓進場。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早晨！我係陳煥婷老師，我係梁樂清老師。今日係12月4號，係國家憲法日。我哋特意挑選呢一個重要嘅日子，為陳朱升旗隊正式授章。陳朱升旗隊已經為學校服務多時，藉住今日，我哋好想逐一介紹佢哋每一位，俾全校師生認識。同時，我哋好榮幸邀請到香港升旗隊總會訓練主任宋俊元少校擔任主禮嘉賓，與校長陪同一同見證。程序1：升旗禮。請全體肅立，面向旗杆。請升旗隊出旗。
升國旗，奏唱國歌。向国旗敬礼。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心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稳重的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立立向转，向前走，向左转，前步走。立立向转。升旗禮完成，請升旗隊離場。前步走，多少安，走，多少安，走。八步。請各位同學、班房嘅同學都可以走咗啦。程序二，分列式檢閱禮，有請宋少校及校長上前主持分列式檢閱禮。分列式檢閱禮開始。感謝陳珠升旗隊嘅成員，大家咧都非常精神抖抖，表現得非常之好啊！程序三，主禮嘉賓致辭。我哋好榮幸邀請到今次活動嘅主禮嘉賓，香港升旗隊總會訓練主任宋俊元少校為我哋致辭。而家有請宋俊元少校。好，大家好，邝校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是香港升旗队总会训练主任宋晋元少校。今天呢是2024年12月4日，也是我国第11个国家宪法日。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它不仅规范了国家的基本制度和运作，还保障了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受邀参加宣道会陈朱肃华纪念中学升旗队的成立仪式，我感到无比的荣幸。每一次在升旗队总会的公开活动中见到陈朱升旗队，无不被你们坚定专注所打动。你们对升旗的热情呢，也深深感染了我。升旗队不仅仅是一个制服团队，
它是一种象征，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对国家的热爱，对集体的忠诚。参与升旗队，你们肩负着是一份光荣的责任，不只是对国旗的尊重，而是对自己、对身边每一位同学、老师的承诺。每一次国旗的升起，都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情的挚爱，对这片土地和人民最真挚的敬仰。升旗仪式是激情的传递，是信念的召唤。当国旗缓缓升起时，那不仅仅是一面旗帜在空中飘扬，更是在传递着我们团结奋进的力量。这力量将激励着你们，让你们在未来生活的每一步、接受每一次挑战中，都能够更加坚毅、更加无畏。升旗队成员，你们是香港的未来，民族的希望，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在制服团队中磨砺自我，严格自律，勇于承担，团结奋斗。这些品质在你们未来的学习和生活中，将成为你们克服困难、追求梦想的伟大力量。最后，我再次祝贺成都升旗队的成立，愿这支队伍成为学校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让我们用共同的努力，为这片校园注入更多青春的期待和奋斗的力量。谢谢大家。多謝宋少教嘅分享，希望升旗隊嘅同學都明白當中嘅意義。程序四：升旗隊授章儀式。我哋將會為升旗隊嘅成員頒發徽章。升旗隊徽章嘅設計者係我哋升旗隊嘅副隊長 Two Boy 班陳思思。而家先請鄺校長為我哋進行授章儀式。升旗隊嘅成員包括 Two C 班黃少媛、Two Boy 班何宇琪、Two Boy 班溫雅君、Two Boy 彭麗瑩、Four Dog 黃宇詩、Three C 劉啟航、Two E 林傑、Two A 彭宇謙、Three Dog 徐偉峰、Two A 李和希、Two D 梁柏賢、Two C 溫柔、Two E 黃海橋、Two B 張浩源、Three A 萬祖恩、Four Boy 歐菲兒。多謝校長，而家請宋俊元少校為升旗隊嘅隊長同埋3位副隊長進行授章儀式。經過正式嘅技能同埋個人嘅面試，我哋選出陳珠升旗隊首任隊長同埋副隊長，佢哋分別係 Two Boy 陳思思、Two A 雷鄧博、Two A 龔力恒，而我哋嘅隊長係 Two A 楊之恒。
隊長同3位副隊長將會協助老師承擔訓練同埋發展升旗隊嘅使命，佢哋更加係團隊嘅典範，期待見證你哋嘅表現。程序5宣誓。請宋少教與校長一同見證陳珠第一任升旗隊宣誓。請升旗隊舉起右手，可以正式開始宣誓。請隊長代表。我們在此宣誓，成為陳珠升旗隊隊員，將忠於校，尊重國旗，發揚團隊精神，勇於承擔責任，為校園、國家貢獻力量，以國為榮，為國爭光。此事。多謝升旗隊嘅成員，感謝你哋嘅宣誓，你哋嘅角色非常重要，代表住愛國、愛港、愛家嘅精神典範。期待見證大家喺升旗隊當中收穫成長。現在係致送紀念品嘅環節，多謝宋俊元少教遠道而嚟，親能見證陳珠升旗隊嘅成立儀式。請校長代表學校致送紀念品。國家憲法日暨陳珠升旗隊成立典禮到此結束，而家請校長陪同宋少教離場，多謝你哋。今日咧係國家憲法日，學校咧都有一連串嘅配套嘅活動，想鼓勵大家去參與認識憲法嘅。咁咧今日咧喺樓下壁布板啦，同埋電視機樓梯嘅電視機咧，都會有一啲憲法嘅介紹。咁隨點名簿附上咧有工作紙，請同學咧完成咗之後交去地下嘅收集箱，就會獲得咧公經社、公民科同新社科嘅評時分。咁啊鼓勵，而且咧我哋亦都會有一個咧遊戲問答遊戲嘅時間，咁啊贏取豐富嘅禮物。咁咧今日咧嘅成立日嘅早會咧就此結束。咁咧請升旗隊嘅同學繼續喺度等候啦，將時間交俾下一位。今日有一項宣佈，請同學留意，今明2天午熄時段將有社際籃球比賽，歡迎同學到場觀賞。將時間交俾下一位。咁多位早晨，我係學生會嘅宣傳，有2樣嘢想同大家宣佈，各級同學記得留心聽啦。公益金便服日活動將會喺12月20號聖誕崇拜舉行，捐款10蚊或以上嘅同學可以喺聖誕聯歡會當日着便服回校。有關衣着安排請留意便服指引。公益金便服嘅 poster 已經隨點名發到送上班房。12月4號係中1至中2級捐款，12月5號係中3至中4級，12月9號係中5至中6級，12月10號至11號係全校都可以捐款。大家可以喺 lunch time 12點25分至1點10分喺一消房捐款，金額為10蚊或以上，不設找續同埋唔接受號誌。中1至中2嘅同學今日 lunch time 就已經可以去捐錢㗎啦。我哋希望可以透過便服日捐款，培養學生嘅愛心同埋同理心，鼓勵同學盡自己所能回饋社會。另外，手作雪糕嘅雪糕券已經隨點名發到送上各班班房，麻煩各班班主任幫手派發，希望大家可以善用優惠，食得開心。宣傳品將時間交俾下一位。好，各位同學好，我係梁兆宏老師。咁咧有啲重要嘢同大家講嘅，就因為咧聽日咧就係12月5號啦，係我哋學校嘅流感疫苗接種嘅日期，所以咧好多同學仔都參加咗㗎啦，所以請同學仔留心去聽噃。
首先啦，而家各班咧就應該點樣翻屋裏邊咧已經有一個叫做名單海報嘅，所以咧請班主任咧一陣張貼喺當眼嘅地方。同學仔請你檢查啦，你係咪已經報咗名？因為有啲同學仔咧可能報咗名都唔知嘅，請你所以請你望清楚啦，有冇你個名喺度啦？凡係報咗名嘅同學仔咧，你聽日啦係可以咧穿運動服，即係運動服翻嚟學校㗎，因為啦打針嘅時候咧要拉起衫袖，咁方便護士去進行接種啦。而另外啦，請同學仔記緊啦，你係需要帶身份證嘅。因為咧，護士都會咧喺在場咧係核實你嘅身份㗎。咁所以啦，同學仔記緊要再講多次咯，可以穿運動服啦，同埋咧帶身份證。另外啦，各班咧個海報上面亦都有一個叫時間㗎。個時間咧就會有老師啦，同埋家長義工咧就會到課室去接各位嘅同學仔㗎。咁所以咧，當老師或者啲家長義工到嘅時候咧，請同學仔就喺門口排隊按住學號順住咁樣啦，由2號梯咁咧行落嚟我哋嘅禮堂。咁咧記住啦，凡係報咗名嘅同學仔咧，一定要到禮堂登記嘅喎。無論咧你可能覺得我唔舒服啊，或者有啲咩理由咧，可能唔想打針都好啦，都要落咗嚟先嘅嚇。因為咧我哋都會由咧護士去判斷究竟你係咪適宜打針㗎，就唔係你自己咧去決定我唔想打啦就唔打嘅。咁當然啦，冇報名同學仔留喺課室度，繼續咧由老師啦去同大家去安排嗰個學習嘅內容。而另外啦，當同學仔落到嚟之後咧，我哋就等齊啦，全班都打齊針之後咧，就一齊上翻課室咧，去進行呢個課堂㗎啦。咁不過啦，記緊喎，因為咧期間仍然有好多同學仔係要上堂㗎嘛，所以當你經過樓梯同埋走廊嘅時候咧，請保持安靜啊，唔好影響到課堂嘅進行。不過啦，當中5C、5D、5S 呢3班咧係會喺午膳期間咧就要到禮堂㗎咯喎，而咧中六咧各班咧都會喺放學嘅時間咧接種㗎。咁所以咧，呢幾班嘅同學仔咧，你係要自己嚟到禮堂咧去打針㗎。咁所以咧，當你咧即係大概知道個時間咧，就留心咧中央廣播。咁我會講翻咧，我會宣佈翻邊啲嘅課室咧嘅同學仔咧係會落到禮堂去打針㗎啦。咁但係其他嘅班別，你哋係要等老師啦或者家長義工咧嚟接你哋嘅喎。最後啦，如果同學仔打完針之後感到唔舒服，記得第一時間要通知翻老師去處理。所以希望各位同學仔能夠做好本分啦，能夠自律啦，咁咧等我哋咧嘅疫苗接種嘅流程咧能夠順利咁進行。咁咧宣佈到呢度，係最後交俾陳 Sir。好，咁啊都請咧中一同學咧仍然都坐翻好先啦。OK。好，咁啊今日咧都陳 Sir都好欣賞咧，即係中一嘅同學咧喺禮堂嘅裏邊，即係成個過程裏邊都好安靜，亦都咧好留心專心嘅。OK， 做得好嘅。咁盼望咧同學繼續咧係安靜留心專心嘅去聆聽早會啦。OK， 好啦，咁啊今日嘅早會咧都完結啦。課室嘅同學咧可以即係進行班務。咁喺禮堂嘅同學咧都留心聽住個解散安排啦。咁啊都請後邊溫醫班嘅同學係啦，溫醫班嘅同學起身咧。